王晶狠批姜濤欠才華，新舊世代碰撞下的香港娛樂圈轉型思考。近日，資深導演王晶一番唔客氣嘅發言，再次將MIRROR成員姜濤推上風口浪尖。佢明言質疑姜濤嘅演藝實力，甚至對其喺娛樂圈嘅定位提出批評。言論一出，即時掀起網民兩極化反應，有人附和，有人反駁，爭議持續發酵。但不如我哋換個角度，諗一諗姜濤究竟代表緊咩？喺討論實力與人氣之前，首先要承認一件事，姜濤唔係傳統意義上嘅科班出身歌手或演員，但佢的確係香港近10年最具影響力嘅年輕偶像之一。從全民造星到今日家傳戶曉，姜濤並唔係憑空走紅，而係靠努力、形象、共鳴感一步一步建立起嚟。王晶作為娛樂圈老行尊，佢對專業二字自有要求，而姜濤作為新世代代表，佢呈現出嘅係流行文化、網絡世代、粉絲經濟結合下誕生嘅一種新類型藝人。可能對部分傳統觀眾嚟講，呢種偶像式存在未必等於真正嘅藝人，但對年輕人嚟講，姜濤就係一個時代標誌。事實上，香港娛樂圈正處於斷層與重建交界。當舊有制度式微，新一代偶像卻靠社交媒體、群眾參與感逐漸崛起。姜濤雖然未必技壓全場，但佢有一樣好重要影響力與凝聚力，能夠喚起一代人對本地文化嘅興趣，已經係好難得。而且，姜濤自己都曾多次承認，自己仲有好多不足，仍然係學習中。正因為佢有自知之明，有自我突破意識，觀眾先願意陪住佢一齊進步。所以，王晶批評可能源於佢對專業要求，但我哋亦可以用更開放角度去睇新與舊的對話，不一定係對立，而可以係互相提醒。姜濤未來仍有好多空間去打磨自己，而觀眾亦可以期待佢唔止喺舞台上發光，而係成為一個真正值得香港驕傲嘅藝人。正如佢首歌蒙着嘴說愛你入面唱，唔怕未夠好，總有天會做到最好。感謝你觀看我們的影片。如果你覺得影片對你有用，請按讚、分享並發表評論。